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。”你们是既不学又不习，学问之道，云乎哉？哼，朽木不可雕也。华文，你爹爹呢？一动墙而楼梯出之矣。难以在孺子不可教也。华平啊，快拿厚棉被来呀！哎，王师爷，天还没冷呢。我的大白子。是。看是吧？把《论语》读200遍。就像被我亲了一下，我逃，他追，碰上了。还不快读！哎呀，快读！十年之缘啦，谁说要多200回呀？多到我浑浑乎乎啊，有的知无这意啊。刚读一回，头晕发胀，眼一发花，忧郁发酸，四肢百体会拆开。巨人定是啊，谁稀罕？去你的蛋！快读！
什么不尊重啊？看得起你！大公子，干什么？哼！太夫人要你们远离秋香3尺，难道忘怀了吗？不止3尺啊！关你什么事？好，秋香姐姐，你请太夫人。哎，春夏姐姐，我们走就是了，别嚷嚷啊！太夫人要你把朱超的金刚金高黄金都请出来，要带到杭州去。禀老太师，请快到紫薇堂去。二奶奶打苏州回来，已经将唐伯虎的画求到了。哦，唐伯虎的画居然求到了，啊，妙了！畜生，里头来干什么？又在跟秋香鬼混？不敢，我肚子饿呀。跟秋香要点糕饼。放屁！刚吃过饭，看我不收拾你们，还不念书去？二仙媳，你居然弄到唐寅的画，功劳不小啊！老相公，这可随了你的心愿了。怎么样赏你二贤媳？公公婆婆，先别夸奖，唐寅是我的表兄，他能不画吗？看了再说，若是好，我自己先要讨赏呢。你看过了吗？怎么样？长辈还没有看过，儿媳怎么敢占先呢？相国声威大，表妹情无价，亦可换连城，唐寅不得暇。功劳不小。这也难怪他。秋香，你去替我劝慰几句。是，老夫人。我那可怜的二奶奶今天可委屈你了，你可乐了。本来嘛，一向有威有势的当家二奶奶，今天也会给太师爷。死丫头！说真的，太夫人说这也怨不得你，特地叫我来劝劝我们可怜的二奶奶。哦，不哭了？滚开！谁要听你这一套？好，秋香不够面子，让太夫人自己来吧。给我坐下。你说唐寅这小子可恶不可恶？哼，总有一天我要叫他知道我的厉害。我倒说唐寅有骨气，有胆色。什么？宁王威胁他，让他做官，他不做；相爷要他画画，他不画。威武不屈，富贵不淫，
这还是个大丈夫。可惜你是个丫头，不然我替你做媒嫁给他吧。你光维是个主子，说着说着就不正经了。春香，快来快来！春香总是这样大惊小怪的。哎呀，二奶奶，您不明白，太夫人就是少不了他，非要他去请什么高黄金啊、金刚经啊，不正经啊！就要到杭州去烧香去了，快去快去！谢延公，请回避一下。这是为了什么？太师夫人前来拈香。哦，这就是了。太夫人到方丈室里用茶，请大和尚引导。哦，秋香，你把带来的经去画。是。
你这位相公，你压着我的袋子了。啊！秋香，快来，太夫人要启程了。哎，怎么着你呀？要害人呢？啊？非也，我要追赶那个大船，赶得上1两银子。1两银子？哎，想不到一个个都搬出财运来了啊！早船啊，棉袄无船上，腊月里包了火炉吃西瓜，稀奇的事儿说不完尽螃蟹他要娶亲，娶了一个大王八呀！一年四季百花香，秋香桂子多成王。说也秋香，香也秋香，情也秋香，梦也秋香，恨也秋香，福也秋香，秋香秋香。哪来那么多秋香？太夫人不让他们绝舌根子。诗300首都是民间真正的声音，由他唱去，怪好听的。就是嫦娥也把你想啊，秋香啊，你什么时候出船上？一年四季百花香，秋香桂子多成王。说也秋香，香也秋香，情也秋香，梦也秋香，恨也秋香，福也秋香，秋香秋香。就是嫦娥也把你想啊，秋
秋香啊，你什么时候出船上？天外来，你小三小非寻常，月老的好意我怎推开？你能搬到我上去了？快点，快点！已经辛苦你了。钱不给就跑啊？现在哪里有钱呢？你左一个1两，右一个1两，原来你是个空心大萝卜。哎，非也非也。非也非也。哎，有笔墨没有？可以马上变钱。笔墨？哎，到茶馆去。哎，这像什么话呢？我又不会跑的。走。你去当20两银子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快去啊！唐伯虎的画也不过值20两银子，别让他跑了啊！哎！替我买件旧海青，剩下来的全给你。看你像是初次落魄的。您这位伯伯说的一点儿不错。说给我听听吧。无怨恨。
么气愤不然恨，只落得长街落魄，键盘说轮番缠根。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，何处人士啊？叫康轩，朱淑臣，入坑门，诗书生，连招归路双亲笔。青云有路水照映，白燕无情思见里，男儿无忌战青云，使这般平飘断根，倒不如了此残生。不行！哎，何必呢？何必呢？哎呀，哎，有话好讲，何必轻声呢？哎呀，年纪轻轻的啊，倒是个有志气的孩子。老伯伯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说的是啊，可惜你是个秀才，不然相府里倒少一个执书房的童儿。常言道，宰相家人去品官，您肯帮忙，我情愿拜您做干伯伯。谁知道我连儿子都没有啊！好孩子，跟我来。这就好了。康轩，是。王俊说你出身横门，我有一个对子，你能对得出吗？请赐上联。10口新丝，4国4民私社稷。小人放肆了。讲。八木上赏，赏风赏月赏秋香。不错，不错，比我2个全子是强的多。好，你去写张卖身契来。是。让他顶华安的名，惩治书房，先带他到各处去拜见。是。来了，唐伯虎来了。张朝凤请太师爷安。唐伯虎在哪儿？就在这儿。这不是吗？唐寅啊，唐寅，你也有到我手里的一天。可惜是小品，以后有大件，不论多少钱，给我收下。是。真的，还比小杨漂亮10000倍。啊？我小杨就不相信。你呀，当心就是了。清晨的风儿是把
老夫人，您看好吗？再装上2件泥菩萨。哎呀，太夫人，厨房里要造反了！怎么了？大家纷纷议论，太师爷新收了一个书童，是书香子弟，又年轻又漂亮，能对对，能作诗，太师爷喜欢的不得了啊！到了你嘴里呀，眼鸭也会成了凤凰了。他们都这么说吧？哦，那我倒要看看。新来的书童拜见太夫人，叫他进来。来一。皇恩叩见太夫人。罢了，谢太夫人。抬起头来。是像个书香子弟。秋香，去奉2两银子赏钱。秋香。是。赏给他钱。华安哥哥，慢走。这是太夫人赏给你的。多谢姐姐。秋香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敢是太夫人不见了吗？比太夫人不见还急呢。是吗？喏，太师爷新买了个书童，就是我在苏州遇见的那个书生啊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？要不是你招引来的，别提了。好，那你就从实招来吧。我猜的没有错吧？这人品貌一定……你老实说吧。好啊，
堂堂相府的丫鬟招风惹蝶，该当何罪？您是当家奶奶，人家诚心跟您商量，总是拿人家开玩笑。哦，你气我的时候难道忘了？别怕，你先回去吧。我倒要看看那个色胆包天的小狂徒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发现谁呀？二奶奶。二奶奶。哦，这人泼辣得很，以后你要小心啊。哎，我要去办点小事。哦，在那边，快去快去。只为了相夫美裙彩，我就忘却了表妹二奶奶。早知今日要重逢啊，我又何不前天笔下送？倘若无下有过啊，哎，快来呀！好像阎王殿上见阎罗。不用怕，二奶奶不一定会见你的。但愿如此。新来的童儿华安叩见二奶奶，见不见？见。二奶奶吩咐见。你不是说不会见的吗？我是说不一定嘛。华安哥哥，上去吧。去。华安叩见二奶奶。这是什么规矩？跪下来！把头抬起来。是。放着我。哼哼，好一个书生，竟愿意当奴才！孙医生儿表什么？孙医生二奶奶，听我表一表，华安本是才好材料，从小好古今，长大金不宝，娶妻为奴，这是第一遭。我的好儿奶奶呀，你操心成全又好报。那一身下凡，自气又自保，秀才本事在乡人庙，一不抽功名，二不为文保。那
好，去吧。我要回家去看大夫，这是题目啊，好好的琢磨一下，每人做一篇。咦？你什么？误会，先生。先生，误会。岂有此理！先生，是误会吗？误会嘛？还要胡说！我限你们2天交卷。哎，拿来看看。哎，看看吧。二位公子怎么忘了要离开3尺？这也是书房啊。这里不是紫薇堂。哎。哦，老太师，王氏已经走了。这是老夫人送给王师爷的。知道了。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素云，你先去。6月债还得快，你也有今天啊！好表妹，我的好表妹。谁是你表妹？我告诉你，前任的华安就是为了搞丫鬟才打出去的，你不必打主意。好表妹，伸张出去，你更丢面子。奴才，不许到中门来，滚！想
我这儿有。来呀、还没请教，姐姐帮你。你多大了？18岁。哎呀，真巧！你什么时候生日啊？8月19日。哎呀，更巧了，我是子时生的，你呢？子时。哎呀，我们是四同兄妹呀！呵，跟我四同，跟他又四同啊？怎么可以让他进小厨房啊？人家新来乍到，不熟悉啊。赶快叫他走。怎么好意思？肉丝呢？肉丝。皇安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来府多日，不能当面道谢，非常抱歉。谢什么呀？姐姐单笑留情，语中敏感。你知道笑的是什么？小生我明白。金龟三月金龟婿，一身长不用尽，红黄绸过莫须，但愿早结
那天一把铜壶打断了说话的机会，今天你我该好好的谈一谈了。好，你说吧。我们苏州有一个唐伯虎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哦，他们有才气，有骨气，他是替你们苏州人争气的男子汉。真心来相扶呀，我就是唐伯虎，满身投靠，原是家西做呀，独不么三顾么桃花坞呀，巧姻缘劝你们当年我错过。失敬失敬，岂敢啊，岂敢！好一个唐伯虎呀，我把你关押住，满身投靠，来做下等夫呀，入不了，自问那真呀，真可恶，上堂去刑打你550户。姐姐，你错了。你试试看。告诉你小秋香呀，切莫太仓皇，你想咱小秋香先荒唐呀，上堂去，谁个么说得最像？皮鞭呀，担子呀，要你先尝尝。怎么样啊？这里讲话不方便，那就听姐姐吩咐。随我来。你先进去，去看看外头有没有人。哎，唐伯虎，你慢慢坐啊。其子最尊万分礼，说什么单身儿哩，单身儿哩，地么早点早餐无眉目，你叫我饥肠辘辘，饥肠辘辘，哎呦呦！皇帝不才金额币，总不能说紧裤带，说紧裤带来作文。哎，早餐呢？饿着肚子怎么做文章啊？咦，二公子不是已经吃过了吗？吃过了吗？哎，好像是吃过了。三侄儿的真害人，搞得我们饥饿不分。哎呀，你怎么把2位公子的早餐让狗吃了？碟子碗全打烂了。好
师爷去。这何必呢？不行，走。两篇文章我来做好吗？真的？当然真的。好文章，好文章！不是老夫子教导有方，他们哪有如此敬意？真是他们两个亲手做的吗？啊，真之至啊！我已经叫他们背过了，嘿嘿嘿，这都是上苍之报德，老太师洪福也。来人呐！哟，预备文房四宝，请二位公子来。是。不是我夸奖二位公子啊，当年我同身入判，还不及这两篇文章啊。照原题目再做一篇。不必担心，尊翁无非是想试试你们的文思，差一点儿也无所谓啊。老夫子的话很对。文章不是我们做的呀！什么话？是华安代做的。传华安。是。启禀太师爷，实在是王师爷出题目太难做，二位公子废寝忘餐，捶胸打脑，这不是损伤身体，使太师爷、太夫人更加担忧嘛，所以就代做两篇，想不到犯了欺主之罪。起来吧。王师爷呢？王师爷，你走了，我替你拿。去。也好，从今天起，你换上如今，伴读二位公子，一切粗活让华平去做。谢太师爷。猜不出秋香心安在，我奈何我耐着心儿
多情的太多情，无情的太无情。华安哥哥，快来吃啊！二位公子不客气了。哦，秋香姐姐，谢谢你啊。是华安哥哥画的和合二仙，像不像二位公子？难怪老相公要宠爱他，能文能画，不下于唐伯虎。婆婆，这奴才实在岂有此理！什么胸无点墨，不知不识，这分明是在辱骂小主人嘛！啊，这还了得！幸亏你看了出来。春香，把他叫进来。是。秋香，请家法。是，太夫人。太师一再提拔你，已经忘恩负义，戏弄幼主，非打你个半死不可。二奶奶，请好言一句吧。你自恃才高，也太狂了，自作自受。给我打！请太夫人饶他这里一遭。怎么？好重啊！哎呀，二奶奶救命啊！给我重重的打！太夫人，太夫人，太夫人，太夫人饶命！太夫人，太夫人饶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二奶奶，打坏了皇安不要紧，两位公子刚有点敬意，说没人叫了，您要三思。您代他求求饶呀！秋香，去传总管来，拖出去打！太夫人，太夫人，饶命！太夫人，太饶命！二奶奶，请你替奴才好言一句啊！您饶了他吧，太夫人，太夫人。婆婆，儿媳以为众人这样求情，不妨就饶恕他这一遭。不过他既然能画，叫他画一张水墨观音，将功赎罪。倘若画得不好，加倍重罚。婆婆以为如何？你起来。二贤妻既然也替他求情，就饶他这遭。谢过二奶奶。那么就去画吧。
画观音要虔诚，蚊香磨墨铺纸，最好派哪位姐姐帮忙。我去，我去。还是让秋香去吧，她最懂得。去啊。是。这场风波好险呐！自作自受。姐姐好忍心啊！到做采访真正苦，那么今天还要摩尼摩诃萨打屁股呀，阿弥陀佛。其实啊，我正舍不得打呀。是啊，所以我也不能不劝了。叫声一把真金土，那么青海无边，摩尼摩诃萨求普渡呀，阿弥陀佛。一路还念佛，真是欠着。即入灵山求普渡，那么不能空回，摩尼摩诃萨好光无呀，阿弥陀佛。我有点累了，你们也去歇会儿吧。是。难道一句金口都不肯开吗？画观音，你不怕罪过？你再不画，我要喊了。哎，好，我画，我画。若说是有奇缘，哎呀，这心事太难言，哎呀，无端咱小就把持郎牵，真乃你风光有条大呀，如何同你两心连？哎呀！本都是审判案，哎呀，才华是罪自见，哎呀，为什么硬要明堂云天？他只怕红绳小妹想呀，又把他那两心变，哎呀！来看。倒不如重生度，哎呀，稳住了莲花布，哎呀，女孩儿讲真传。
总有一天叫程伯虎看看，我的家奴也画得那么好。符合几时造成，就把这观音像迎供进去，3、5天就好了。哦。哎，今天福哥请观音，紫薇堂就留下秋香一个人在，机会来了。我先去，我是哥哥啊。不，这个消息是我打听的来的。你打听的来，我也可以去啊。不行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要字还是背？背，我要背。我要背。好。2位公子请过来。这太师爷新诗100首，叫你们每人公楷抄录50首，现上灯前交卷。现在我到2武书院去了。哎，快抄，谁先好谁先进去。叫一声秋香姐姐，哎呀，我的姐姐秋香，你放大胆子何必慌？黄风福歌烧香去呀，你我正好喜上了。失去良机无处上呀，切莫误了好时光。左一个唐伯虎，右一个唐伯虎，唐伯虎是这样无来的吗？是。那么我们好好的谈谈吧。哎，这儿是说话的地方吗？姐姐吩咐。哦，牡丹亭，什么时候？就这样。也好，是真糖是假糖，也好问个明白。一曲烧香在园听，哎呀在园听，快让我听一听。现在不听一里听，哎呀一里呀听，什么地方等亲亲？哎呀，今天怎么了？别怕，我们离开3尺。早也想，晚也想，做梦也在想秋香。最好叫我做偏方，要是今天答应我，譬如男孩们去烧香。倘若将来要忘记你，把我的嘴唇上生一个大钉疮，还要烂钉烂的烂多长，心思的来后是娘。
连家里的老鼠都全死光。大公子，离开3尺你又忘了。哎呀，你早来一颗就好了，我跟他们馋死了。那你咬耳朵干什么？哎，秋香啊，秋香，你好狠心哦！哎呀，太夫人，您站好，我去取火啊。哦。哎呀，是你，姐姐，你又给我上当来了？不是啊，还不是？那么你许我终身？只要你正视唐伯虎，我就答应你。哎呀，大哥的来了！不好，3更了。哦，都3个了。秋香，哎呀，谁呀？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啊！是你们2个畜生！气死我了！你们来的正好，现在我明白了，2位贤媳传令下去，今后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2个畜生以及男仆进中门，丫鬟们也不许出中门。是。秋呀，你到底知书不知书？哎呀哎呀哎呀，秋香我也一样要知道。心肠
这三校姻缘只有你来成全了。早告诉我，连红蛋都肯预定了。有把握？1000两银子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小侄路过东庭，一来是拜见太师爷，二来听说尊府新收了一位有才有貌的书童，想见识见识。这是老夫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。此人就在你身旁。哦。唐伯虎啊，唐伯虎，我是说贵姐长得与小侄好友唐伯虎一些仿佛。原来如此。他的诗文书画也不下于唐伯虎啊。贤侄，你不妨试他一试。倒要领教。前天我在杭州行了一个酒令，我想说出来让贵界对对看。听着，今子3个日，长江有日思乌日，日日日，百年36000日。第一句说一个字，第二句说一句俗语，末了一句却要说一句古诗。请吧。有了。品字3个口，宁添一斗莫添口。口口口，劝君更尽一杯酒。妙妙妙！像这样的奴才，我也喜爱。预备酒菜，我要跟朱大爷痛饮几杯。是。不。今晚小侄要赶到常州，与亲戚商量寻访唐宁。此人已失踪了7个月，连尸首都不看见，怎不心焦啊？那我就不强留了，就此告辞。请留步，让贵界陪送也是一样的。遵命。花替我代送。是。1000两。几时载美回苏？几时付银子？好，那么我们再见。启禀太师爷，祝大爷送上船了。你怎么送了那么久？祝大爷跟我说了许多话。你哭过了？没有。他说了什么了，使你那么伤心？他说奴才为什么要当下人？他要我去当西媳，还答应在他家12个丫头中选一个做妻房。我说舍不得太师爷的恩遇，他就左一个奴才，右一个奴才。其实宰相家人也是7品官呐。岂有此理！这个毒蛇竟敢夺我所爱！好，
我有36名丫鬟，除去未成年的，随你挑选一个，今晚成婚，明日尊为西媳。谢太师爷恩典。起来，华妃，在，传我的话下去，命所有的丫鬟齐集东西鸳鸯厅候选。是。石榴姐姐，你怎么还不打扮呢？急什么呀？等你们都挑剩下来，我再去还来得及呀。哎呀，难道就点中了你吗？哎，你过来。今天你要点石榴，嘿嘿，我就跟你拼了！他今天要是点了秋香，我们就对。好，言为定。石榴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万一你点不中我，少说的也不吉利的话。告诉你，金漆板凳上我们谈了好几个月了。要是你回下来，我还是等你的。好，那你就等着我吧。你也不商量商量，四香我怎么也不让出去。我已经说出了口，怎么可以不让他们出去呢？就是出去也不会都点去啊。你们4个自己说吧。我愿意一辈子服侍太夫人，是不是？太夫人，这怎么可以呢？秋香，你起来。2位贤媳，你们倒说说看。外边都这么说，华府重梅香，不及一秋香。华安也不是不知道，不如让他点了去，倒可以安心教读2位公子了。我说要留住华安，就得先留住秋香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，我只是这么想。身是戏子台呀，区区更不才，哎呀呀，可惜在。石榴。芳名冠石榴呀，多情不多忧，区区清淡官呀，今世未成就，哎呦呦。
我先留。这样吧，就让三香去好吗？好，去。禀太师爷，32名丫鬟都没点中。你们3个去吧。是。太夫人，如果三香也点不中，秋香那也只好出去喽。哎呀，等点了再说嘛。我怕你待会儿又啰嗦了。秋香，这该出去了吧？秋香，为了2位公子的前程，你就去吧。是。我也是为了2个孩子。唉，没指望了。秋香到。真堂假堂，请看印上。妙啊！你了，怎么了？我总算帮你忙了，可是太师爷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他已经说穿了。好，你们兄妹俩串通好了，来捉弄我这苦命的丫头。建元夫人还委屈了，你不是很钦佩她的吗？我们去见太师爷、太夫人去。别跟我卖劲儿了，那我已经预备好了最有用的贺礼，这是后门的钥匙。哎呀，鬼灵精！可惜以后我的丈夫没人教书了。
长结缘，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了？溜回苏州啊，跑得了？你看，鬼灵精是你表妹。